約瑟夫和羅曼找到寶藏。約瑟夫和羅曼尼在村里的公園裏玩耍，那裏是孩子們放學後喜歡聚集的陰涼場所。溫柔的秋風吹得梧桐樹葉沙沙作響，孩子們歡快的笑聲在空中回蕩。突然，羅曼尼在一叢灌木前突然停了下來，地上的落葉間有東西閃閃發光。約瑟夫，看，那兒有東西，他指着說道。約瑟夫走過去，彎腰撿起那個物體，那是一枚小小的金牌，掛在一條細鏈子上，正面精雕細琢着聖母瑪利亞的畫像。她非常漂亮，他低聲說道，並仔細地看着獎章。羅曼用指尖觸摸它，並點了點頭。它屬於某人，我們必須歸還它。約瑟夫點點頭。我們去問問爸爸媽媽吧。他們跑到咖啡館露台，他們的父母正在和朋友聊天。他們的父親拿起獎章並仔細檢查。這是一枚宗教獎章，可能對其主人來說非常重要。他解釋道。你想退貨是對的，我們可以發布廣告嗎？約瑟夫建議道。是的，但我們應該先問問麵包店和教堂。他們的母親建議道。有人在參加聖餐時可能丟失了這枚獎章。在這種鼓舞下，約瑟夫和羅曼尼開始了探險之旅。當他們向麵包師展示獎牌時，他搖了搖頭。不，親愛的，沒有人來索要獎章。但如果我聽到什麼消息，我會告訴你。然後他們來到神父馬修面前，神父微笑着歡迎他們。這是一枚非常漂亮的獎牌，它代表了聖母瑪利亞，信徒的保護者。許多人佩戴它是為了感到安全。你知道有誰丟了它嗎？羅曼問道。我不知道，但我將在周日彌撒時宣布他的發現。約瑟夫和羅曼有點失望，但他們同意等待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約瑟夫不禁想起了那個丟失了獎章的人。羅曼想像一位悲傷的老太太，焦急地尋找他的寶藏。我希望我們能找到他的主人，他喃喃地說，用指尖撫摸着獎章。接下來的星期天，他們陪同父母去做彌撒。教堂裡擠滿了信徒。約瑟夫看着周圍的面孔，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人是這枚獎章的主人。儀式結束後，馬蒂厄神父向信徒致辭，並提到了這枚獎章。坐在前排的一位老太太舉起了手，眼裡充滿希望。這是我的，她輕聲說道。當我來為我已故的丈夫點蠟燭時，我失去了他。約瑟夫和羅曼走過去，把獎章遞給了他。謝謝你們，我的孩子們，他動情地說道。從我受洗以來，這枚獎章就一直陪伴着我，它具有很大的情感價值。孩子們交換了會意的眼神，他們很高興能幫助到別人。你太客氣了，女士繼續說道。上帝保佑你。馬修神父將一隻手放在他們的肩上。你做了一件好事，這就是我們學習按照福音生活的方式，為他人着想。約瑟夫想了想，問道：我們受洗的時候也能獲得獎章嗎？神父微笑道：當然，而且會伴隨你一生。回去的路上，羅曼娜和他的哥哥握了手。我們做得很好，是吧？是的，約瑟夫笑着回答。幫助別人很重要。他們的父母走在旁邊，
自豪地看着他們。他們的母親說道：今天你們表現出了一顆偉大的心，還有真正的責任感。他們的父親補充道：你走在正確的道路上。約瑟夫和羅曼娜牽着父母的手離開，他們為自己感到驕傲，並渴望發現更多奇妙的冒險。